劉慧卿收 brand check。改 brand check， 欺騙選民，引咎下台，別你老母！袁彌明都喺度，咪係選民力量咯。呢張就係佢哋收集到過千個簽名，要求卿姐辭職嘅空頭支票。大家修訂大體上咧，好啦，等到卿姐埋嚟啦，哇，笑得有啲勉強喎。希望咧能夠通過呢個動議。乜張文光做咗助手咩？咁快手就幫佢接埋張支票嘅？係羅過返嚟民主黨嗰邊，開心好多啦。啊，但有乜事卿姐要收支票呢？為因為政府建議超級區議員個提名門檻係15人，咁有啲有心嘅網民就抄翻 Now 呢條片出嚟。我希望嗰個門檻係唔好太高，最好就10席，最好就10席，令到所有嘅政黨都可以參加。如果過2-3個月出嗰個文件，個門檻係過高，好多人都覺得啊，原來係呃人嘅，淨係益某啲黨嘅啫。我講咗，我會馬上引咎下台，我會馬上引咎下台。選民力量話，連民主黨都鬧過門檻過高，所以卿姐要兌現承諾喎。不過卿姐就解釋，15席係符合民主黨嘅要求，所以唔會辭職啊。唉，但係網民又點會放過佢啊？哇，尹光 crossover 卿姐啊，係得嘅。